歐霸杯決賽，曼聯對熱刺嘅比賽將會喺今晚嘅凌晨進行。今日咧就同大家簡單做一個賽事嘅前瞻。喺節目正式開始之前，大家記住指定嘅動作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應該係收聽今日嘅節目啦。嚟到 Beast 足球札記，我係版主 Aiden。歐霸杯嘅決賽將會喺西班牙嘅時間週三嘅晚上進行啦，亦都係香港時間星期四嘅凌晨，即係今晚啦咁。決賽嘅場地咧將會係西班牙球隊畢爾包嘅主場聖馬梅斯球場，主球證咧就德國籍嘅薩亞。咁呢位咧即係雖然曾經收受過賄賂啦，而被罰停賽嘅球證咧就會成為即係今屆歐聯嘅執法人嘅。咁喺數據上呢位球證咧對曼聯嚟講似乎係有利少少嘅，因為阿薩亞4次執法過曼聯嘅比賽咧，曼聯係保持不敗嘅，攞得2勝2和嘅成績。但係執法熱刺咧就只得1和1負嘅啫。咁即係話即係熱刺係不勝嘅，曼聯係不敗嘅。咁就有一個咁樣嘅數據。而即係大家會佢受過賄賂過個公信能力會唔會受到質疑呢？咁其實佢今屆咧亦都執法過3項嘅歐洲賽事啦，即係歐聯、歐霸同埋歐協聯，佢都有執法過嘅。咁最近一次咧或者比較重要嘅比賽咧就係歐聯4強次回合巴黎主場擊敗呢個阿仙奴嘅比賽咧，都係由呢一位咧德國球證去執法嘅。即係話咧，佢亦都有呢個執法英超球隊比賽嘅經驗嘅。相信呢個都可能係即係歐洲足協睇中佢或者揀選佢嘅其中一個原因啦。最後都即係賽前嘅資料上面咧都補埋呢個天氣預告啦。根據當地嘅資料咧，當地氣象部門啦或者天氣嗰邊嘅天文台嘅資料咧，星期三係有機會係有雨嘅。對場地可能會有少少嘅影響啦。但係我諗英超球隊喺呢方面就好少少嘅，即係佢哋習慣咗啲陰天啦，又或者雨天作戰嘅經驗咧，相信呢個影響應該就未至於話好大嘅。今日嘅賽事前瞻咧就即係費事講得太遙遠啦，或者太冇重點啦。而且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 page 啦，或者唔同嘅媒體啦，都有寫好多今場比賽嘅分析啦。始終兩支球隊，譬如熱刺、曼聯，大家都係一啲即係比較熟悉嘅球隊啦。無論佢哋嘅戰術啦、打法啦、人腳組合啦，我諗都即係大家點都有個大概嘅概念，即係例如即係呢個麥迪臣會受傷啦，呢個即係古魯石斯基有受傷啦。令到熱刺嘅組織能力大打折扣等等。曼聯嗰邊都有一定嘅傷兵嘅，即係達洛治唔知出唔出到啦。斯亞斯就應該會缺陣嘅，但係琴日有啲消息就話佢有機會會趕及復出嘅。當然我哋要再睇下最後嘅正選陣容啦等等。但係呢啲嘅消息，我相信大家即係各位球迷關注呢場比賽呢，事前已經掌握得到啦。咁就無謂即係嘥時間大家再聽一次，再重複聽多次啦。即係主要就講下即係個人嚟講，覺得呢場比賽我哋可以留意嘅地方有邊幾項呢？我就大概列舉咗3項啦，等大家容易啲，即係去睇波嘅時候多啲地方去留意咁。第一樣呢，就係即係關於嗰個技術啦，即係熱刺嗰邊有技術啦，曼聯嗰邊就要靠跑動啦，同埋呢個對抗能力咧去做一個即係所謂嘅抗衡嘅。如果即係無可否認地熱刺球員嘅腳下功夫咧，即係嘅技術能力啊、小組配合咧，應該係比較細膩嗰一邊嚟嘅，而且博斯迪哥高奧擁有嘅係一個更加完善嘅中後場推進嘅結構啦，或者佢哋嘅行進方式啦，係比較上係完整少少嘅，相比起曼聯。而博斯迪哥高奧佢本身嘅戰術特點呢，或者佢戰術嘅思維呢，所謂嘅先橫後縱嘅概念呢，即係後場多啲橫傳，然之後突然之間打個突擊呢，其實係好能夠利用得到前場球員善於衝擊呢一個特點嘅。所以預計正選，即係預計今場會正選嘅賓倫莊信啦，同埋復出咗嘅孫興慜呢，都有呢個足夠快速推進嘅能力，可以打擊曼聯嘅後防線嘅。當然即係賽前都有啲人會諗，會唔會孫興慜即係啱啱復出，會唔會打後備先呢？佢對維拉嗰場比賽已經有打正選啦，而且佢嘅即係身體狀態睇落就已經唔錯嘅。我相信一場咁重要嘅比賽，作為隊長級嘅人馬，我諗如果佢身體條件上支援得到60-70分鐘，我相信博斯迪哥高奧都會先擺咗佢出嚟先，起碼個軍心上或
者大家個士氣上會穩定少少，唔會抱住一種孫興慜會最後30分鐘會出嚟救勢嗰種概念呢。咁我相信球員個集中力會好少少嘅。咁賓倫莊信嘅情況都係相似啦，即係作為陣中今年即係比較穩定嘅射手，雖然話中場少咗啲支援，佢嗰種打法會唔會打咗啲折扣啊？咁但係即係呢個位置上你去揀一啲比較再新啲嘅球員，譬如奧杜比等等，咁可能你都未必會靠得住。咁所以呢兩個人物，我覺得都會我傾向都會覺得佢哋係正選機會大啲嘅。咁所以喺一個即係相對上前場三叉戟比較完整嘅情況之下，後場又即係有一定嘅本身一定嘅套路喺度嘅話，咁熱刺嘅推進能力應該就冇乜大嘅問題嘅。咁當然你話最後一傳會唔會即係因為兩位核心球員缺席會影響到呢？咁肯定會有影響嘅。咁所以曼聯喺呢方面就可能會有少少嘅即係可乘之機啦。因為曼聯嘅球員呢，就即係決賽啦，始終係咁，你跑動能力或者個鬥心戰意點都唔會話即係好似平時聯賽咁，可能有啲波佢都放棄。咁我諗相信今場比賽唔會出現啲咁嘅情況。咁所以曼聯球員可唔可以有足夠嘅跑動力或者足夠嘅即係智慧喺切斷熱刺快速推進嗰方面有咁嘅智慧咧，有咁嘅意識咧，咁呢個咧就即係曼聯最需要做到嘅嘢啦。即係如果你唔能夠打斷熱刺嘅組織嘅話，咁你後場本身唔係一個太堅硬嘅防線咧，就可能會出問題啦。咁呢個係第一點。咁就第二點咧就即係技術方面或者技術跑動方面嘅第二點咧，就係卡斯美路同埋烏加特咧，呢個中場組合嘅掃蕩能力嘅攔截能力係強嘅。即係兩位嚟自南美洲嘅球員咧，其實佢哋唔係好怕埋身嘅動作嘅，雖然有陣時喺球迷嘅眼中可能有啲礙眼啊，有啲即係誇張啲嘅攔截動作，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哋係好穩定地做到呢啲動作嘅。咁所以呢兩位中場呢，就相信喺防務上邊阿摩廉應該會優先考慮佢哋多少少啦，而且即係始終呢兩位球員喺大賽方面嘅經驗，尤其是卡斯美魯啦，大賽經驗方面係會好少少，咁所以相信喺開頭嘅階段，佢哋嘅掃蕩能力會係其中一個比較重視嘅地方啦。咁啊另一樣嘢咧就即係都值得留意咧，就係啱啱嗰個週末咧，曼聯對車路士嘅比賽咧，咁可能都會覺得兩邊都好似即係曼聯嗰邊好似有啲收力喎，咁但係都有啲嘢值得留意嘅，就係特別係美神曼治即係呢一個球員嘅使用上。咁喺受傷嗰段日子咧，其實阿摩廉都一路強調話Mason Mount 會係球隊之後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好重要嘅人物，甚至乎話俾咗好多錄像佢睇啊，俾咗好多即係影片去睇啊，令到佢提升佢嘅狀態或者提升佢融入嘅程度。咁喺嗰場比賽入邊咧，曼治嘅跑動啦、壓迫啦，或者佢個勤力程度咧，我相信係符合到阿摩廉基本嘅構想嘅。咁但係佢另額外做唔做到更多嘅組織啊，或者其他嘅嘢咧，咁嗰方面可能就有啲欠缺。咁但係如果你喺場咁重要嘅決賽入邊有一位即係可以做到壓迫嘅球員，佢嘅即係干擾啦，佢嘅跑動方面啦，會唔會提供到多啲嘅元素呢？咁我相信都係阿摩廉會值得參考嘅地方。又或者調翻轉去講，點解會喺車路士嗰場比賽擺佢出嚟呢個位置呢？我諗其中一個原因都係想試下究竟 Mason Mount 可以做到幾多嘢。就算佢唔係打正選都好，下半場去後段，如果對手體力下降嘅時候，佢先出嚟去跑動、去搶、去攞一段，無論係領先定係防守都好，咁佢嘅作用都始終會喺度。咁而且般奴費南迪斯喺 Mason Mount 擺前一格嘅時候，咁佢亦都可以喺後場幫手做一啲組織嘅工作。咁我相信都會係即係阿摩廉考慮嘅地方。咁所以曼聯嘅優勢就會在於，即係呢一班球員都係一啲即係比較跑得嘅球員，而且佢有人可以換出嚟去跑嘅。咁呢一方面，佢哋可唔可以保持到一直保持到全場嘅強度呢？令到熱刺嘅技術優勢冇咁明顯呢？咁可能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曼聯值得注意啦，或者兩支球隊值得注意嘅地方啦。咁好啦，到第二點就係曼聯點樣去進攻呢？即係頭先講咗曼聯點樣可以防守啦，咁曼聯點樣去進攻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值得重視嘅問題嚟嘅。咁喺近排嘅比賽呢，其實就即係2、3月開始都已經多咗呢個畫面啊，就係曼聯球員呢好多用一啲快速嘅短傳。咁去到斯亞斯受咗傷之後呢，其實有一段時間就減少咗。咁但係近嗰兩場呢，特別係啱啱對車路士嗰場呢，係明顯又多翻嘅。咁呢一個想法，即係個人估計呢，就係即係想減少
前場冇支點呢個問題啦，即係特別係海倫未必做到一個好完整嘅支點，咁就寧願用一啲快速嘅短傳啦，不斷咁傳跑咁樣，令到球隊可以即係避免一啲身體對抗上嘅缺陷啦咁。咁喺對車路士嗰場比賽呢，球隊喺呢方面嘅失誤係好多嘅，即係甚至乎有啲波你根本都未入到 final third 你就已經傳失啦，仲要唔係話即係車路士逼得好緊喎，係你自己傳失波咁樣。咁喺即係中鋒即係海倫嘅嗰場比賽，亦都冇辦法去參與呢啲短傳滲透呢。咁即係好多波都係一種嘗試啦，但係就俾咗機會人哋打反擊嘅。咁調翻轉去講，熱刺對住維拉嗰場比賽呢，佢哋條防線都收得比預期中後咗少少，咁而當維拉出現一種咁樣嘅類似嘅短傳失誤嘅時候呢，其實孫興慜呢係即係可以話喺左邊係可以話4次、5次、6次咁樣不斷咁帶動反擊嘅，咁所以亦都我點解頭先我點解會話即係孫興慜嘅身體狀態唔算好差呢？咁喺嗰幾次嘅反擊，你睇到佢大波啦，或者佢最後嘅決定啦等等，佢都係保持喺度幾高嘅水平嘅，即係跑得喐啦，突擊得到啦，而且佢最後仲可以保持到一個即係幾完整嘅身體動作去做嗰啲傳射嘅動作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好明顯係反映得到孫興慜嘅個人狀態啦，亦都特別明顯嘅就係熱刺係有咁嘅能力捉住你一啲失誤，即係少少嘅失誤就即刻去打一啲快嘅突擊咁樣。咁所以就曼聯今場比賽仲即係你進攻嘅時候，你一定要 keep 住。即係保持住個控球權啦，你唔可以咁容易丟失個控球權啦，即係寧願你要控制得好個節奏，突然之間打斷，就算你失誤咗，你都係承受到嘅嗰種嘅情況，咁你先好去打啦，而唔係不斷咁打啦咁呢個就係即係曼聯進攻嘅時候需要注意嘅地方，亦都係熱刺，所以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可乘之機啦咁。或者對於曼聯嚟講呢，即係打呢啲快速短傳就即係失誤率高嘅情況之下呢，就未必真係要用咁多。可能你對住畢爾包嗰場比賽，嗰兩場比賽，安娜拿直接放長傳上去。烏加迪喺中場推上去前邊同海倫一齊爭第一點，然後其他人譬如卡斯美路，譬如班奴費蘭迪斯，佢哋喺後面去做第二點呢，似乎會係一個更加理想嘅做法。雖然今季曼聯喺即係呢啲爭搶嘅數據上面呢，其實唔係幾出色嘅，即係可以話係差添。咁但係即係阿摩廉多咗喺一啲重要嘅比賽去用烏加迪啦，去用卡斯美路啦，再加埋班奴費蘭迪斯呢，其實喺數據上呢，部分嘅場次呢，即係部分嘅比賽呢，其實係有提升嘅。即係特別係對畢爾包嗰一場比賽呢，其實呢3位中場球員呢係做咗好多嘅第二點搶斷啦，去令到對手嘅壓迫啦，或者令到對手嘅圍搶呢係即係無功而還嘅。咁所以對住熱刺嘅話呢，頭先提到個3位中場呢，能唔能夠爭搶第二落點啦，或者爭搶第一，即係烏加迪可能爭完第一點，佢亦都要可能承擔第二點嘅圍搶任務啦。咁喺呢一方面，可能曼聯比較現實少少啫，放個長傳上去，大家爭總好過我自己太多短傳嘅失誤。因為呢個都涉及到一啲心理上嘅問題，即係如果我大量嘅短傳、大量嘅嘗試，我都係失敗嘅話，其實球員可能你踢3次、4次咁樣攻勢，你就唔敢再傳，或者你冇咗信心去傳呢，其實係即係喺一場決賽入邊嘅影響係會大過你喺放長傳上去爭輸嘅，即係呢個一定係一個心理上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呢，就即係曼聯喺同熱刺方面。點樣喺即係頭先講嗰兩點啦，熱刺點樣用好佢嘅技術啦，曼聯點樣用好嘅跑動去化解啦，而曼聯嘅一啲失誤嘅短傳失誤，熱刺又點樣去利用打反擊呢？咁呢兩點上面呢，我相信兩位主教練呢都值得去即係去留意緊佢哋點樣去部署，點樣去即係俾一啲指示。即係頭先講話譬如反擊唔係你真係掉個波上前就鬥跑鬥快咁就叫反擊咁，你都會設計一啲嘅路線，點樣去設計呢啲反擊嘅路線？例如孫興慜，例如加拿祖，佢哋點樣去跑動？佢哋點嘅跑嘅方向、跑嘅位置，針對邊一位防守球員去打？呢啲都係即係教練要做嘅地方啦。咁所以頭先講嗰兩點，攻守轉換之間，大家個教練點樣去部署呢？相信都係今場咧值得去留意嘅地方嚟嘅。咁就到第三點啦。第三點咧就即係經常性，我即係近呢2個月入邊都強調，呢點係曼聯佔優勢多少少嘅。點解咁講呢？就係即係曼聯喺關鍵時刻值得信賴嘅老將或者即係一啲有經驗嘅球員呢係多啲嘅。卡斯美路就好明顯。
睇得出係一啲重要比賽或者關鍵場次入邊，佢嗰種心理質素係極高嘅。8強對里昂，4強對畢爾巴嗰2回合，你都可以睇得出卡斯美路個心理狀態係好明顯係高過喺在場嘅所有人嘅，即係包括曼聯隊入邊，般奴費蘭迪斯啊、麥加亞嗰啲都冇佢咁平穩、咁平靜嘅。麥加亞就近排嘅比賽就有一啲神奇先生嘅味道啦，即係對車路士嗰場比賽，其實佢都入咗球波嘅，不過即係越位在先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呢位球員。你話佢係咪真係已經去到好穩定，世界級咁穩定？唔係，但係關鍵時刻無論防守又好，進攻又好，你都見到佢身影。咁呢一種即係有某程度上其實都係一種即係心理上或者即係智慧上有所提升嘅感覺。咁其實即係麥加亞話佢即係好多人笑佢，或者好多人話佢，咁其實佢都係一個飽經風霜嘅球員啦。咁喺心理狀態上佢係比較平穩嘅。咁當然仲有就般奴費蘭迪斯啊。大家可能呢幾年即係包括我在內都會覺得佢唔係一個合格嘅即係嘅組織者啦。經常性嘅情緒浮動會好大啦。咁但係無可否認地，好客觀地去講，呢大半年阿摩廉，尤其是阿摩廉接手之後嘅般奴費蘭迪斯係平靜咗、冷靜咗好多好多好多。甚至乎之前我曾經有講過，就話般奴費蘭迪斯個位置越靠後，佢嘅球權越多，佢嘅發揮係越差。但係今年係完全改變咗呢一個嘅想法嘅，佢係仍然有好多嘅長傳，仍然有好多嘅入球或者嘅助攻嘅威脅喺度。咁但係呢，佢嘅組織能力，佢嘅組織嗰個即係態度、節奏嘅掌控上係成熟咗好多。咁呢幾年入邊嘅一啲，譬如上年嘅足總杯決賽，佢都可以好穩定咁發揮。咁呢啲全部都係佢嘅心理質素嘅一個反應嚟。咁所以呢一方面，熱刺就真係有啲不足啦。羅美路係世界盃冠軍嘅成員，頂多孫興慜都係即係一個韓國隊洗禮過嘅球員。咁但係其實大多數嘅球員呢，都未經歷過呢一種咁高級別嘅決賽，甚至乎有啲球員你話即係你數唔數得出熱刺踢過啲咩決賽？可能真係未必數得到太多，又或者你第一時間好難去諗起。咁喺中立場踢決賽，甚至乎遠離咗英超嘅賽場去踢一場決賽，其實係個心理壓力或者個場面嘅應付呢，係會有好大嘅影響嘅。當然頭嗰10零20分鐘未必有一個咁嘅問題，但係隨住比賽一路咁去發展嘅話呢，稍稍有啲唔順嘅情況呢，其實就會有好大嘅差距啦。咁尤其係即係譬如對里昂嗰場比賽，你睇得出卡斯美路喺加時嗰個心理質素同其他球員比係完全兩個層次嚟嘅。咁所以就即係可能睇下呢啲究竟呢一啲嘅老將們究竟嘅發揮，究竟曼聯可唔可以即係私心啲去講，我覺得曼聯喺技術上或者各方面上可能係比熱刺差少少嘅。咁但係呢一啲嘅老將或者即係呢一啲嘅經驗，其實有陣時喺決賽入邊係更加重要。譬如卡斯美路，我今朝睇到個數據之後，今日錄之前睇到個數據就係佢7次嘅決賽，無論係打咩決賽都佢未輸過。咁呢一啲就係即係所謂嘅經驗或者所謂嘅即係冷靜嘅大場面嘅人啦。咁所以呢個就可能即係熱刺嘅教練團隊喺事前可能真係要做多少少心理嘅建設啦。即係球員喺就算落後或者出現一啲狀況嘅時候，點樣去平靜，會唔會做得好更好嘅保護？咁對於球員嚟講呢，尤其是一班咁年輕嘅球員嚟講呢，相信佢哋嘅應付或者即係佢哋嘅心理準備會好啲呢，個問題就會細少少啦。咁過去嗰3次嘅對決呢，熱刺都係擊敗咗曼聯嘅，即係最近嗰3次。咁無論係技術能力啦、組織嘅水平啦，咁其實都喺曼聯上邊嘅。咁喺即係呢啲嘅數據啦，或者所謂嘅字面上嘅實力上呢，似乎有啲優勢。咁但係古魯石斯基受傷啦，麥迪臣嘅即係缺陣啦，咁對佢哋嘅鋭利度始終會有影響。咁再加埋一個心理質素嘅考慮呢，我覺得熱刺都有佢嘅隱憂嘅。咁曼聯就調翻轉啦，即係你各方面嘅能力可能會比較弱少少，咁但係有一班咁嘅大場面先生喺度啦，加埋後備席上你真係有好多兵員去選擇啦，即係艾力神啦、迪亞魯啦，即係阿密特迪亞魯啦、文奴啦、曼治啦，頭先提過嘅球員啦，都係可以隨時出場嘅。咁假如後備席上仲有埋斯亞斯呢，咁就真係仲多啲嘢可以睇啦。阿摩廉呢上任呢大半年嘅成績未必係好好嘅，咁但係你睇得出佢一個幾重要或者佢幾
特別嘅特質呢，就係佢臨場嘅調整其實係好快啦，同埋好針對到場面嘅，即係好針對到當時嘅局面發生緊咩事。咁呢方面呢，可能就會即係加埋頭先講嘅班兵員呢，可能對阿摩廉嚟講就會有少少即係平反敗局啦，或者即係扭轉局勢嗰個本錢喺度。咁所以即係曼聯唔係冇獲勝嘅本錢嘅，甚至乎即係雖然我話我睇低佢啫，咁但係外國嘅博彩公司啦，或者香港即係馬會嗰邊都好咧，其實佢係睇高曼聯多少少。咁當然有佢背後嘅準則喺度啦。咁我亦都即係未必我嘅即係分析未必係最準確。咁佢哋有佢哋嘅準則啦。咁所以今場比賽一定係一場誤波啦。即係決賽呢啲一定係呢最老土嘅説話。咁邊隊贏唔知啦。咁我亦都冇任何 preference 邊隊贏會好啲啦。咁但係作為一個球迷嚟講，最緊要睇一場好波啦。頭先講嘅幾個要點就可以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睇一場比賽嘅時候有多啲嘅認識，多啲嘅深入嘅思考喺度啦。咁中立球迷都可以睇得更加盡興，更加開心啦。咁當然除咗歐霸決賽之後呢，嚟緊仲有歐聯決賽嘅。我愛隊國際米蘭將會對住巴黎聖日耳門。今年同樣有睇波派對，亦都請到嘉賓陳之俊先生、關佩芝即 KK 小姐呢兩位嚟同大家一齊傾下波啦，事前講下波經嘅。咁大家呢可以用畫面上面嘅 QR code，然之後呢報名啦。咁即係講低你嘅報名人數啦，或者嘅留低你嘅聯絡資料啦。咁如果你想玩 Poker 大賽贏取精選嘅禮品嘅話呢，記得喺條 link 入邊，即係 Google 方面咧填埋你想玩啦。咁今日嘅節目咧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希望大家有任何嘅意見都好，可以 PM 啦或者留言啦，同大家分享嘅。咁再一次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節目，我哋下次再見，拜拜。